我啦，好心的啦。哦。刘公主啊，我甲你炖一只鸡汤吼，来，紧来，趁小紧啉。多谢你，也毋过我食袂落去。食袂落哦。刘公主啊，你放心啦，这毋是偷掠的，是我用银两去家买啦。阮老大要离开的时阵哦，伊有交代我的钱，吩咐叫我都爱好好甲你照顾。可惜的，我毋是这个意思。阮阿爹下落不明，生死毋知，下大哥啊去3天拢无倒转来。是讲若照讲嘛，应该爱转来呀咧。天色还阁这么早咧嘛？放心啦，我咧想吼，天黑以前吼，阮老大一定会甲绿毛英雄甲伊带倒转来啦。趁小，足好！你这放大底面挑死啊！当时你为这个食鸡汤哦，自迄天出去做买卖，后面做妈呢哦，住厝的伫咧等无你的消息咯。原来为了这我就是你点死啊！原来你还搁住咧这间客店啊！杨公主，我甲你介绍，这个就是我的某啦，马姨啊！哎呦，别你介绍啦，人阮早就相捌啦，对无杨公主？哎呦，你即摆哪会加遮瘦？哎呦，你是毋是咧破病？哈？陆公主的病单才好无偌久尔，需要爱休养，你唔通在遮甲吵。咱若要讲出来，去外口再来讲。哎，无咯，可惜的。无恁两个某踮要遮讲一个，我来外面等阮阿爹甲大哥。吼。无啦，你讲出无啊？你安尼咧创啥？等你是安怎要死啊笑？你是去怪着倒是条件？等你是对你唔拄好？有道是男女有别啦。你安尼甲陆公主安尼顾甜，无啊？我的面子你一点仔都无甲顾啊！等你是想去倒位去？讲甲你这外国人吼，较想买外国布。人我是想迄陆公主吼，当初敢若亲像我的亲小弟伫咧家己看待，安尼是安怎咧袂用的？袂用的就对我袂用的。我是恁翁啦，你爱听我的话。哈，翁啊，无啊，翁的啊。等你出去讨食遮尔久，大开真侪钱啊吼，紧甲我丢出来。无啦，我即马吼已经改邪归正，无咧做贼啦。我近随伫个夏公主的身躯边，伫遐做奴才啦。你即马已经袂身为奴啊，就对啦吼。你若安尼钱还阁较济，紧甲我丢出来。欢喜甘愿做无钱的啦。啥话啊？哎呦，你这夭寿短命，你互人做奴才做无钱的哦！你钱，你这个查某是安怎？敢若知影钱？当了公主好啊好去开，迄文武将同是个知呀，万分敬佩在呀心内。因此自愿做奴才，因此自愿做奴才。
告诉爷的安排，又要引照下岗令，免阮来大你的批啦。快紧摕出来，紧摕出来！好一个阴险的名堂，石石竟然会起伫这个古井内，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陷阱。你这个小鬼你啊！我这个阎罗王的尻川，你也敢甲我摸啊？啊！好妙计，好妙计！夏公主，饶命！夏公主，饶命！夏公主，玉成呢？玉成哦，玉成已经死啊！玉成死？夏公主，夏公主啊，饶命！我是奉朱公主的命令，我是奉朱公主的命令的。事实哦，我若无杀玉成哦，朱公主嘛派别人杀伊。朱公主，是毋是迄个假公主？这我就唔知影。朱公主派人摕金手链甲地图予我，叫我杀死玉成。讲实在，朱公主人死转哦，我嘛捌看的。我一直以为讲你是互我逼死，家己内心感觉非常不安。后来我听到一位朋友甲我讲你无死，而且走来回来劫，所以我匆匆赶来啊。先啉一杯才搁讲。唉，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下兄有法度一倒来杀死明通，想必功夫是在我之上，
哪有可能，互我甲你逼入断崖自尽死呢？马大哥啊，实在讲，我也毋是故意讲要甲你作弄啦，因为是你过去的代志咱莫搁讲。我今仔来找你，是要甲你讲一项代志。鬓眉甲嘴有，定了亲，我专听甲到必上家人。伊个连柳眉啊，不用面，随地另有迄个伊的中意，不自将惊。伊林乡的江良的事后啊，谁会知情啊？伊是因缘的情势定，绝无怨言。高明，你虽无怨言啊，江湖行，必然难以忘情马情。偏和我暗中哦，时机决定，不再追求过去的冤啊名。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拢明白了，你甲伊是有10多年的亲情，什么人也无都通上恁拆线。我已经下了决心，要倒转来去下东关。阿兄，以后你爱好好对待伊啊。伊，你怎么讲伊是啥人啊？当然是翠玉啊。嘿，啊你即摆还搁认为讲，我搁今到最后斗阵啊？我知影讲你今仔丁堡主毋肯答应恁的婚事，你放心啦，我会想一个办法向伊解释。嘿，马天豪啊，我下江良啊，哈，慢慢看讲你遮尔真固执，自从我离开迄陆文灿了后，我从来就毋捌嫁着伊张翠玉啊。我明明亲目睭看到啊。嘿，啊是你看唔着人诶，你。下江亮，迄一天翠玉去找你，我也拄啊赶到西江亮，我亲目睭看走你将翠玉甲乡里甲伊带走，你还阁毋承认啊？马天豪啊，你这人也真趣味安尼。啊，你看到张翠玉去互掠去，你为啥咱毋起来救咧？啊，你明明知伊是一个软弱的查某囡仔。哈哈哈哈哈！想袂到你煞阁伫咧甲我倒架，搞安怎？好，下江亮，对今仔日起，你行到天边海角，就无法度闪避我对你的监视。但你即摆讲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要证实你掠走翠玉的证件。夫人，李公主佮小妹来，大概是向你问安。第一，你赶紧命人
准备南方珍贵的干果，将人寿送去京城，予王爷甲二公主食。是。外面什么人？新海、新红，叩见周夫人。哦，原来是恁两个人啊！是，回禀周夫人，玉成已经死啊，也毋过明通死在一个名叫做夏江良的手头。明通死哪有算什么？玉成若死，我就放心啊。也伊的查某囝玉清呢？朱公主已经早就派人去你找了。赵夫人，属下有一项代志，感觉真怀疑。夏江良的面型，哪会生做甲咱朱公主一模一样？定水武功的小人，就是伊。夫人，朱公主的面型生做甲咱死去的王妃同款，要夏江良的面型一定嘛甲咱王妃同款，所以属下咧嫌疑讲，伊就是咱真正的王子朱世仁。面貌参秋的人。莫非这是巧合吧？哦，唔是，这唔是巧合。属下兄弟探听了真清楚，夏江良踮伫西江边龙门川，而且伊还阁是一个孤儿啊。